醫生，我隻牙好似坐過山車咁，時高時低，究竟咩回事啊？你係咪想講你牙腳鬆咗啊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湯志明。睇牙最驚咩啊？就係雞同鴨講。今日我就要驗證下維港口腔嘅醫護人員可唔可以解答到我嘅任務。Let's go！ 醫生，我隻牙咧好似喺茶餐廳飲凍奶茶咁樣，一啜咧就嚟晒罩啊！係咪個牙冠鬆咗啫？你瞓低我幫你 check 下咯。咁又唔使咁嚴重。我首先啦，嘿啊咁犀利嘅牙齒打冷震，牙線敏感，隻牙好似8號風球咁係咁搖啊！牙周病啦，要快啲睇啊！牙要跳芭蕾舞，牙齦萎縮，牙齒調皮，丙狀鄰居。打橫聲，趙薇齒。你好，你好啊，我個牙肉咧好似旺角塞車咁，喐都喐唔到啊！可能係牙齦發炎咗，我叫醫生幫你 check 一下，我哋呢邊請。今次嘅牙齒暗號大揭秘就到呢度啦！維港口腔識聽識講廣東話，精準治療你嘅口腔健康。別走，後面仲有彩蛋。廣東話流暢度、專業度。